诗篇91篇，用至高者上帝做避难所的人，为徛起伫全能者的阴阳下。伊对上主讲：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是我所倚靠的上帝。上主要救你脱离长鸟仔的罗网，甲致命的瘟疫。伊要用石甲你压地，互你秘伫伊的石鼓下。伊的信息做大细的盾牌保护你。你免惊暝时的恐怖，也是日时车内的箭，嘛免惊黑暗中流行的瘟疫，也是日中昼毁灭人的毒症。有几千人立落去你的桌边，有几万人倒落去你的正边，这灾难袂临到你。毋过你会亲目看见，会看到歹人受报应。你用上主做避难所，用至高者上帝做徛起的所在。灾害袂临到你，瘟疫嘛袂挖近你的步边，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，伫你所行一切的路保护你。因要用手扶你，互你的脚袂踏着石。你要用脚暂驶甲毒蛇，踏喙猛狮甲大马蛇。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解救伊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伊求救我，我要应伊；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。我要解救伊，互伊有尊严；我要使伊长岁寿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